隨着超高齡社會來臨，如何留得健康、留得優雅，防止甲老化有關的疾病發生，健康管理甲功能醫學已經是新的趨勢。也是對健康時，得透過精準檢測，找出親像失眠、疲勞等外在病症的原因，加上內在調養，將可能的破病一直延後。希望暫時設定在我們台南府城的老年人以及社會精英人士。那我們其實這一群人基本上就是已經常年對於身體的疲勞已經比較鈍感。那我們希望可以幫他找到為什麼他睡覺起來還是容易慢性疲勞的問題，以及身體的一些慢性發炎的問題，所以我們希望從根源去着落。為了喚起民眾知影功能醫學、健康管理、加美學照護等相關資訊，來自北部的漢氏健康集團，得甲美心漢氏合作進軍台南，開將近8000萬，預計今年9月在中西區設立健康美學診所，希望對治療加向預防，打造台南功能醫學的基幹據點。其實一般健檢中心得到的是一個結果，可是功能醫學檢測其實它從一般的源頭就可以從你身體裡面，從過去到現在，你就可以知道你身體有一個線性的過程跟發展。所以其實我們是可以找到一個溯源的一個根源的一個問題點，所以我們其實是從源頭開始解。那所以我們當健康檢查其實得到的一個結果，我們從功能醫學是可以得到一個原因。我們其實台北的總部漢氏集團的檢測實驗中心，其實它已經成立30年了，所以基本上我們其實是採用技術轉移的方式來到我們的台南府城，所以我們基本上是包含連整個醫療顧問團隊的技術全部都轉移到我們台南府城。診所選擇來到台南，除了看見南台灣健康管理需求的成長，嘛希望結合府城在地生活文化，打造專業、私密加長期健康照護的觀念。透過功能醫學，能夠讓打拼的台南人從年輕就可以對健康的知識跟管理有一定的做法哈。那未來在老年的時候呢，他更能夠享受他一生打拼過來的這種人生呢，我非常開心，美心漢氏能夠進駐台南。最健康美學診所進駐府城，全面啟動。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